吃胃药、吃抗生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哦。而且我们有新闻为证，这是最近2020年7月底，台湾的卫福部食药署全面禁用，而且回收了36款胃药，因为这些胃药含有一种叫做雷尼替丁的成分，这种成分可能致癌，而且放得越久越可能致癌。所以在我们使用的时候，所有的药它下面都有一些副作用。当时有一个很有效的制酸剂，H2制酸剂。不过后来很多朋友吃了，男性的朋友吃了以后，就发现了说有这个勃起障碍不全，我们叫 ED，Ejection Dysfunction。像我有个好朋友，65岁，他就说，很奇怪呢，我这已经5年了，因为他已经吃了7、8年的这个H2制酸剂，就既然有这个作用，我就跟他说了，结果很好玩的是，他就停药它了 ，OK， 然后改吃我们的GA要把抗体就好了。他就说，谢谢你，2个月后一条活龙，重振雄风了。对，陈医师提到这个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尤其男性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这一阵子我就听到一个同业一个女性说，她的先生也是吃了半年的有关于抑制胃食道逆流的药，对，吃了半年，结果半年2个人夫妻之实都没有做到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吃胃食道逆流的药出问题了，造成男性雄风不振。是的，现在还有对，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就要依照状况来调整了。那我们高兴的是说，如果只是胃病跟胃食道逆流，我们可以靠这个GA标靶抗体来帮助他们，就可以避免吃这些西药所产生的副作用。是。那么另外抗发炎的胃药还有什么样对于别的人体的器官会造成伤害的副作用吗？有，这个抗发炎的胃药它最主要就是我们常常给病人吃关节痛。其实任何疼痛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止痛，止痛药就是抗发炎 ，OK， 它是抑制 COX-2的这个接受器 ，OK， 但是它吃久了，它一定伤胃黏膜，伤得很厉害，甚至于我有一个病人就伤了2个礼拜，就一直在胃痛 ，OK， 所以我们通常都说，你如果要吃这个抗发炎的药，一定要在饭后吃，并且加上一个胃药来帮助它。这个3合1的抗生素的最大的优点是快乐，它就像轰炸机，一下子把坏人全部炸光光。这是它的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它只要吃7天，7天原则上就差不多都杀光光，能够杀的都杀光，再多吃下去就没用。OK， 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缺点，第一就是产生抗药性，而这个抗药性会越来越严重。第二个，它也会把小肠里面的我们肠的好菌杀死。那我们知道，肠的好菌是不是一个很重要，在肠子整个生态里面，如果好菌越多，这个人的肠子越健康，得到大肠癌的机会就会越少。但是使用抗生素以后，就把肠子的好菌杀死。然后第三就是有一些女性朋友使用久了以后，比较容易得到胃癌。还有抗生素是经过2个器官排泄，一个从肝，一个从肾，所以有一些抗生素会伤肾，甚至于我们到最后都怕它会得到洗肾。那这当然是它有长期服用，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使用抗生素可以短期那如果没有效，就要用其他的方法。我还听说过，如果女性使用抗生素太多，也容易好发乳癌。乳癌没有错，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担心的事。那这个 GA 标靶抗体的最大优点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第二，它是抓细菌 ，OK， 所以一个一个把它抓到，同时它可以提高免疫力，更有我们止痛、抗发炎的效果。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慢，所以大家要有耐心，你一定要持续吃，因为那些细菌在那里，你虽然没有症状，没有症状是把那些正在咬你黏膜的细菌抓走嘛，但是其他的